思聪买东西。哇，今天晚上有好料的吃哦！耶！可是为什么要买那么多菜呢？哈哈，我刚刚去思聪买东西，不知不觉就买了好多这么大袋耶！彤彤姐姐在说什么啊？哦，我刚刚说思聪是市场，买东西就是买东西呀。哦，那你们猜猜看，捡到便宜了呀！一多钱？100元。不对，80元。No， 70。也不是。50。小咪答对了，小咪等一下可以多吃2口哦。耶！思聪市场，思聪市场。小咪，你要跟我去思聪买东西吗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去市场了。那快点准备，我现在要出门喽！耶！买东西，买东西，买东西，买东西。小咪，我要去书局买东西，你有要买什么吗？彤彤姐姐，请你帮我买一支铅笔。没问题。谢谢彤彤姐姐。几多钱？多少钱？几多钱？多少钱？彤彤姐姐，这个饮料多少钱？哦，那小咪你猜猜它几多钱？猜对就给你喝。20。这么聪明，答对了啦！思聪买东西几多钱？小朋友有时候可以跟着妈妈去市场逛一逛，帮妈妈买东西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！张磊亮，拜拜。